这风风雨雨，总不是在我们来得及预料。这个竞选当中，咱对台南大兴营区，咱抱着希望，抱着期待。姚振宇非常的勇敢，来到咱新营区，这侪人讲伊是外来的，伊是空降的，但是我要讲，不是，伊是白河的囡仔，伊是咱大新营的查某囝，参与着选举，所有的恶报尽出，无论是抹黑，或者是攻击。我唔知影现任的议员面伫咧行什么，是惊你适当来，要为咱大新营所做，惊互人知影是毋是？当时伫遮，我嘛要甲咱乡亲报告，姚振宇非常的勇敢，但是考验将无甲伊拍倒。现在我要宣布一件消息。伫这2天，咱姚振宇非常的辛苦。为着咱所有咱大新营，伊愿意为咱大家来担这个担，但是这个过程内底，伊会知，伊打电话给我的时阵，伊好了，伊甲我讲，好无简单，伊来准备这条，要甲咱所有乡亲来做伙来拍拼，但是伊确诊了。是，亲爱的乡亲，3冬的疫情。咱台湾并无互拍倒，虽然咱的政府真无能，口罩爱排队，注疫苗爱排队，但是咱台湾人就勇敢的点着，咱台湾人就勇敢的点着。所以我要甲大家讲，咱大新营区的查某囝姚振宇，伊就像咱台湾人勇敢的妹妹同款。今仔日伊确诊啊，但是当伊出来的时阵，拍动手骨，颠倒腰，伊一定会做一个上界勇敢的战将。咱将旗仔举起来，振宇你镜头要看，你知影咱乡亲的该加油。拜托，当我大声讲姚振宇，请你讲加油，伊伫镜头看会着，咱互伊知影，免惊，阮伫遮，姚振宇，加油！姚振宇，加油！姚振宇，加油！亲爱的乡亲。前世人的注定，3是生因缘，总是因是一家人。人讲每一个查甫人后壁，拢有一个勇敢的女性，但是即马，一个勇敢的女性徛伫头前，背后有一个永远支持的翁婿。即马伊的翁婿带着伊的囝，要代表着伊的牵手姚振宇进场，有缘抱着200%的身份，要甲咱的乡亲讲拜托，嘛要甲大家讲，是的。振宇确诊，但是唔惊，因会加倍战力，即摆特别来进场，不然让爱传出去。现在用着鼓励的声，大声来发出，咱来欢迎着姚振宇翁婿，甲伊的后生，代表着姚振宇进场来甲大家做牵头，欢迎我们的候选人，我们的黄世华，姚振宇的翁婿黄世华，带着他的儿子进场。你今后听来，咱黄世华就是伊的翁婿，伊反对到转型，到家己做伙来拍拼，伊感受的就是咱地所有年轻人对某的支持跟影响，所以伊后面确诊的过程内底，伊勇敢的。
委，感谢主委，该采大破教训，将这个责任要来交予伊。来，请咱林进湖林主委来计数。多谢阮先导甲理事吼，这是咱国民党副主委，甲咱国民党的代表，